唉，爸爸送貨真係英雄啊！係啊，而家咧就生活咧真係拮據咗，咁啊想揾翻份工做下。你好，我係 Pierre，今日講啊，如果你喺香港而家揾唔到嘢做，可以出教 van 仔，架車有對手，我唔死你嘅。嗱，好似呢架車咁啊，大概係10零個左右啦。咁你上唔上到會？或者咧去我哋隔離嗰個叫做租車易。咁啊，如果前期嗰啲可能600幾，有啲新少少就1000蚊一日。咁你可以試做下，到時咧可以接 order 或者下載個 Google Van 啊、Lalamove 啊咁樣做。咁啊係啦，香港有手有腳，我唔死嘅。好啦，帶大家入去點樣去登記做 Lalamove 嘅司機先。嗱，首先登入呢個平台嘅網站啦，輸入你嘅手機號碼啦，跟住做翻個 SMS 嘅認證啦。做完咗之後呢，就有幾個 training 嘅。做完呢幾個 training 呢，咁你有架車啦，咁啊知道平台嗰啲規矩啦。最後呢，就有5個步驟，做完咗之後呢，好快地登記完，最後就交以下嘅相啦，睇睇。上載完第5步之後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咧就開車接 order 啦。咁啊，老實講喺香港有手有腳加埋架車咧，可以揾到食嘅。係啦，如果你成為送貨司機，你必須有2仔牌。2仔牌就係話客貨車嘅一個車牌。1號咧就係普通私家車，2號咧先係呢啲車。咁如果你有2號仔咧，就可以揸到呢個車去揾食噶啦。不過冇咧，可以咧去考翻個牌。呢個牌咧唔容易考嘅，不過咧可以成為一技傍身咧，可以揾下錢。嗱，喺香港嚟計咧，一係就 Google Van， 一係就 Lalamove 2個平台，再唔係咧自己有累積咧，啲客會 call 你。呢個係坐到1個乘客、3個乘客。咁啊，後邊咧點嘅客貨車咧，後邊仲要有個籠嘅，有個籠咧有個罩喺度嘅，咁先符合法例。咁啊，裏邊咧就可以放貨啦。咁放完貨之後咧，多謝師傅，咁咧就可以上車送你嘅客到目的地。嗰個就係歐42010嘅。咁我哋通常退稅呢個係退到8個幾嘅。咁咧就揾我哋嘅註冊承辦商，即係話有劏車牌嘅政府。環保署過嚟 audit 過嘅，咁喺呢一邊有個車身 number， 有個鎮 number， 抄完之後影埋相，咁咧就可以去退稅，大概8至10個禮拜左右咧，佢咧就會將香港政府嘅支票直接去到車主本人，咁你就可以攞到個退稅。咁攞住呢個退稅咧，買翻個新車。係啦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各位網友，如果有啲咩想分享嘅，留言話俾我知，我係 Pierre啦。